国际新闻来关心，今嘛美国的大学有出现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而且这示威是愈拖愈激烈。根据美联社上新的统计，最近这几个礼拜，已经有超过2000个学生被警方抓去，甚至佫有大学的教授受伤。美国总统拜登伫今仔日，伊嘛针对这件代志有发声，伊表示暴力的示威未受保护。 全美国真侪所在有挺巴勒斯坦的示威，真侪人被逮捕。东方哥伦比亚大学警方甲铁链仔剪断，挡路的物件也拢搬开。波特兰州立大学学生占领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警方开始清场，布旁本所围篱全部拢再走。 伫初二拜四 UCLA 活动的场面，全世界拢看到穿着防暴装备的警方，甲负责听命令离开的示威群众互相堵塞。警方射闪光弹。根据美联社初二上新的统计，伫最近这几礼拜，全美国大学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已经超过2000人被逮捕。Violent protest is not protected. Peaceful protest is. There's the right to protest, but not the right to cause chaos. 挺巴勒斯坦示威者要求大学停止甲以色列抑个支持加沙战争的公司做成立。示威活动自4月17日伫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学生要求停火，尾啊扩大到其他校园，因大布旁、画口号、插旗啊，代志愈闹愈大，暴力冲突也扩大。伫咧 UCLA 活动时阵，警方的处理互人批评讲反应伤过慢吨。 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幕僚长侯赛尼表示，社区需要感受的是警察的保护，唔是互人伤害。伊让国营电视卡达半岛以色列的电视台拢直播这款示威。以色列讲这款示威是反犹太行动。有一位伊利诺州大学的教授，伫咧一场示威活动去抗议者互警方逮捕的画面时阵，互警方压制伫咧涂骹，当高级排骨，手骨也断去。 这嘛正拄好是毕业季节，真侪学校的校长正伫咧想办法沟通协议，避免毕业典礼办袂成，或者是出代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